信息538首，正诗538。正诗538。我心大欢喜，主的生命，虽然在世界那困的天，最上帝好事我心欢喜，有主耶保惠使我生命，大爱保佑美丽乐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大爱保佑美丽乐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天天来顺风，心来安宁，天堂的好日那里把天，以色列万国甲往来，保佑主耶稣主的临来，大爱保佑美丽乐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大爱保佑美丽乐乐，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咱来看第22，你若是摕圣诗的时，甲 PPT 的无共款。第22个歌词虔圣诗是虔诚来顺服，心来安宁。天顶的福气，哪比目前？但是咱的 PPT 是天堂，天顶甲天堂无共款啦，吼，伊个是天顶，所以圣诗，你若摕圣诗的时，请你跟着天堂，无共款吼。好，请咱准备欣赏咱的敬拜曲。兄姐平安，即时礼拜要开始咯，请咱将手机关伫震动，也是关机，咱用安静心来准备敬拜。
就用感谢进入伊的门，用学罗进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时，咱要来吟圣诗231首，圣诗231首，着向上帝来唱新歌。咱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今仔日即个恩典，互阮自及伫你的圣殿中，阮敬拜你，学罗你，将恩景归互你。主啊，阮抱着谦卑甲忏悔心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是软弱的，有时心存歹念头，行做无合你的旨意。求你的保护，洗净阮的罪，更新阮的性命，互阮重新得到快乐。伫圣神的引带中，无论是看的、听的、想的、讲的，也是行的，拢合主的旨意。照着你的话语，改变阮的性命，互阮有永生的愿望。即时，阮嘛要特别为中东地区的战士来祈祷，求主停煞一切刀兵战火。甲仇恨，避免冲突继续扩大，造成全球的灾难，人心的不安。恳求救主怜悯遐个无辜的百姓，赐予因平安。主啊，你讲，伫世上恁有苦难，毋过恁会当放心，我已经赢过世界。我嘛要来为台湾守望祈祷，恳求上帝赐予即块土地。互政府有智慧来保守台湾的经济稳定、社会安定、族群和谐，互公义、和平、甲喜乐充满伫每一个所在。主啊，阮嘛要将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互阮有合一的心，互相相听，赐予牧长有属天的智慧，甲刚强壮大的心来牧养。我要为教会建堂来祈祷，主啊，万物拢伫你的手中，求你照着你的时间甲方法，亲自带领，亲自陪伴，互阮经历主所赐的丰盛。嘛求主伫建堂的过程中，建造阮的性命，互教会成做社区的光灯甲祝福，引带侪人来归信主。教会中有身体欠安的，也是心灵软弱的兄弟，求主亲自来医治，减轻因的病痛甲折磨，互因伫困境中袂孤单，嘛会当经历对主所来的平安甲喜乐。
即时，阮要特别为黄冰莹姐妹伊的身体病痛，求主你怜悯医治。恳求主束缚何丽玉姐妹，互伊的腰痛早日查出病因，得到医治。求主赐予庄方美长老有教业的恩典，陪伴更生弟兄李鹏、蔡美君夫妇，甲林尤阿素姐妹，求主你保守，互因的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主啊，阮恳求你稳固林牧师，互伊今仔日所分享的信息，互听道的人有受教的心，将真理刻伫阮的心中，成做阮每一个人的帮助甲祝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同齐用主卡是咱的祈祷来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父，用你的名写，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互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做伙来启应文37篇，也是箴言23章。我来启兄姐来译。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喙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轻善歹人，着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恩望，你的愿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真理毋通卖，嘛着买智慧、教示、甲能力。正直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爸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予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16章第1节到第6节。我先用台语来汉字本来读，再搁用华语来读。我对恁催愿，咱的姊妹菲比，伊是坚决你教会即事，请你因为主的缘故，照信徒的本分，甲伊接纳。伊有啥物需要，请恁甲伊帮助。伊一直热心帮助真侪人，包含我本身。请替我甲碧基啦、甲阿姑啦请安。伊甲我是伫基督耶稣内面的同工，因捌为着我冒性命的危险，毋但我，连所有外邦的教会嘛拢要甲因感谢，嘛甲伫因兜伫自集的教会请安。请替我请安我所听的一拜年土，伊是阿西亚头一个归信基督的人。嘛请安为着恁受真济劳苦的玛利亚。接着我用华语，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革哩教会中的执事，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的方式来接待她。
他在任何事上需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请向百基拉和雅居拉问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做我的同工，也为我的性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向他们家中的教会问安，向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庇问安，他是亚细亚归于基督的初结果子。又向玛利亚问安，他为你们非常辛苦。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咱行伫上帝的旨意中。这时妇女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除你以外。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澎湃的祭，
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这是本堂的林牧师要来正道，伊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妇女诚做教会祝福，请牧师。你兄弟平安。咱感谢咱今仔日妇女团契，带咱用着独立以外这条诗歌来诚做咱对主的信仰的宣告。今仔日是这个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今仔日嘛是妇女节吼，所以伫遮嘛祝福咱所有众姊妹妇女节快乐。咱今仔日这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是咱总会所定，为着要互咱众兄弟会通搁一摆来看见妇女伫咧主的教会内面，怎样诚做祝福，也来重视着妇女伫教会内面所做的遮事工，也所以牧师就因为安尼来安尼经一段经文，认真讲真正无好经，因为要讲妇女的即个经文吼，事工的经文，咱会发现就是妇女伫咧圣经内面连名嘛记载真少，咱就会通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妇女伫咧主的教会内面。包括对圣经内面对旧约一直到新约内面所记载真侪，检在咱会通讲这是伫咧过去是叫做讲迄个当初是迄种男尊女卑，所以迄个妇女的名无受到安尼咱讲看重，也是讲记载，但是咱嘛要看见的就是讲。虽然看起来亲像是安尼，但是咱嘛却伫咧主的话语的中间，有几位遮的姊妹妇女的名记载伫咧即个圣经的内面，所以因的确有啥物款的代志是得到上帝的纪念，所以咱要安尼照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搁一摆来思考妇女怎样诚做教会祝福。当咱读到伫这个罗马书第16章的时阵，我相信咱头拄咱若有机会，大概若咧读罗马书第16章，读到遐的时阵，请安好，就会晓讲，不然就是直接跳过是人民嘛，袂特别去甲注意。因为这是一段认真讲，原来落长吼。牧师今仔日敢若摕60出来讲尔，也就是讲内底有3位的姊妹的名伫咧迄个中间，其实后壁还佫有这个名伫咧迄个中间，却是稳重一个。教会，尤其是初代教会一个，咱讲侍奉的一个图画。真值得咱注意的是，保罗伊伫咧这段的这个文案的这个名单的中间，伊大先提到的几个人物，大部分是姊妹。这毋是一个偶然哦，而且何况是罗马书，咱也知影伫咧，咱咧读新约。罗马书是一本真，互咱真学伫了解，也是讲真安尼真深沉的一本一卷册，是保罗安尼，特别是写互外邦人的这个教会写互罗马这个地区，所以伫咧这个后规个罗马书，甲已经上落尾这个问安的这个中，伊确实提到安尼。真侪遮个姊妹的名，这毋是一个偶然，这是一种的属灵的宣告。要宣告啥物呢？就是宣告妇女安尼伫咧上帝国的这个事工内面，毋是迄个边缘人哦，伊是有真重要的这个是妇女伫咧上帝教会、上帝国度内面是真重要的当工。
保罗伊无有提起着这个使徒，也是监督，也是长老的名，伊提起着的是一群实际上伫遐参与伫咧迄个侍奉，甲着伫咧福音顶面劳苦的遮个妇女。透过这段的经文，咱要搁一解来看见妇女怎样诚侪教会祝福。今仔日咱要对4个方面来思想妇女伫咧主的教会所做遮个服侍，有宣教，嘛有教导接待，也是同工调活的遮个祝福。咱第一要来看的是即个福音的即个宣教的即个祝福。即内面咱一开始看见即个大圣保罗伊伫咧即个请安的即个经段内面，第一个伊是讲着伊讲伊讲我对你们推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革里教会的执事。即个菲比伊是坚革里教会当中的咱讲女执事是讲迄个执事本来伫咧经文内面的意思就是仆人也是服侍者。咱知影伫咧执事开始伫咧初代教会开始有执事即个是为着伫遮个信徒内面有侪遮个咱讲希腊语的遮个妇女，也是寡妇受着安尼咱讲忽视，直到有人因为安尼伫咧主的教会内面，特别伫咧当初是初代教会无去互人咱讲看见，直到伫咧迄时阵，咱讲凡物公用，直到有人就有欠缺，所以伊就选立遮个执事来服侍遮个遮个信徒。所以执事伫咧迄个时阵咱若用英语是用着另外一个一个真特别的字即个字若用迄落来看，它意思嘛是叫做端盘子的，也就是讲，伫咧执事伫咧当初时是咧服侍遮个食食的即个部分，伫咧教会内面咧服侍人的。但是咱若搁后来到伫较落尾，即个使徒行传内面咧写的时阵，后来所选立的遮个执事，看起来都毋是干那端盘子尔，伊就开始包括司提反，包括腓力，因所做的是啥物？宣教的事工。所以即个经文内面，咱讲起着，伊讲推荐咱的即个姊妹菲比，伊是坚革里教会的执事。所以咱就通看见即个佫是女性的执事，显明伊伫咧即个教会内面有一个真明确的即个侍奉的角色。佫佫较重要是，咱伫咧读即个圣经内面侪即个圣经的学者拢安尼认为，就是即个菲比，伊有可能就是将即个罗马书安尼送到罗马的人伊是迄个罗马书的送信者伫咧当初是无有迄个咱讲邮政系统无亲像讲咱即摆咱有种邮务的即个系统的迄个中间，迄个书信的往来需要是迄个会通信得过的是可以信任的人亲自送达。所以伫咧即个中间，伊就讲起着即个菲比，伊有一个真特别的，咱讲伊的迄种职分甲身份，伊是迄个担任宣教使命的一个人，伊是承担的呢。伊毋是迄种只有讲我是做一个女信徒，毋是伊伫咧中间，伊正做迄个承担，即个真要紧，即个宣教使命的一个同工。过来咧，伊代表保罗。是讲伊代表保罗，因为即封批送到迄个所在时阵，人看到了，就较亲像咱即摆咱咧读罗马书，咱有当时咱有真侪无了解的所在。即个送批的人爱将保罗伊的想法来甲遮个收批的人来做传达，所以伊是代表保罗呢。咱就常讲，伊的积分不是一般般第三，伊是有能力解说即个批信的内容的人。
罗马书内面，咱若咧读罗马书，咱有当时咱会感觉讲真困难读。非比伊有能力来解说即个批信。第三、第四，伊真做迄个神学信息的迄个承载者。你讲知影讲，伫咧罗马书内面有真侪遮个神学的遮个安尼信息，伊确实安尼，毋是干那送批到位，伊甚至爱去解说、爱去说明。所以咱就常知影讲，非比。伊是迄个会通讲规贯的这罗马书的这个承载着整卷这个罗马书的信息，对这个坚革哩，坚革哩安尼要送去到伫罗马。咱伫咧这个坚革哩有两个所在一个是伫咧这个阿盖亚，这个也就是伫咧这个哥林多，咱的这个左手边，哥林多的较安尼。那个右下角叫一个坚革哩。第二个是伫咧往伊弗所在特洛伊的这个右上方的这个坚革哩。但是这几个这两个所在圣经学者因较普遍认为讲，非比的这个所徛的这个坚革哩教会是往哥林多的这个坚革哩这个所在，因对这个所在。也就是讲，你看，迄是迄个咱讲迄个马其顿希腊迄个所在，安尼将迄个批信送去到伫即个咱的罗马的所在，也就是意大利的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这是一个会通讲一个真震撼的一个画面。怎讲？迄毋是简单，咱看这个图，那亲像真短，迄是一个真长的一个旅程。伊爱将即个罗马书将对坚革哩送到伫罗马即个所在，伊伫咧所在即个俘虏会通互咱看见，就讲俘虏伊毋是迄个被动的迄个旁观者，伊乃是迄个福音的迄个承载者，甲甚至会通讲是迄个推动者。所以今日伫咧教会内面有侪咱遮个宣教的遮个工作，咱包括咱的福音的即个探访，也是咱讲包括种跨文化，非比这就是跨文化，伊对伫即个对伫个希腊即个马其顿即个所在，迄款的文化去到伫即个意大利，迄是一个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的文化。伊伫个中间做跨文化的迄个服饰，伊也伫遐安尼真侪迄个，亲像讲底宣的遮个队伍内面，咱会通伫个教会内面看见侪遮个底宣的遮个。队伍内面依然有侪遮个姊妹遮个身影，所以真侪时阵，遮个姊妹伫咧教会内面侪遮个姊妹，因是安尼讲愿意跨出迄个舒适圈的人，因是迄个真有迄种安尼真细腻、真敏锐的观察需要的人，所以伊会通诚做迄个服侍人关心人看见人会欠缺需要，伊就伫迄个中间来诚做迄个帮助者。所以因咧服侍的即个过程内面，毋是一种讲短暂的，伊是一种真持久的稳定咧支持一个事工。咱会通看见着主耶稣伊伫咧宣教的时阵，犹原共款有一阵的俘虏对伫咧伊的身躯边，毋是讲干那安尼，亲像有个人安尼讲军队了后，就安那。甚至有个门徒讲，因为军队主耶稣问讲，安尼恁敢要继续军队？我要行是一条苦路，有个人就安尼走到无看影。但是咱会看见伫咧军队主耶稣遐个俘虏的中间，因是坚定伫遐支持，甚至耶稣已经钉伫咧十字架顶的时阵，犹原伫咧十字架骹，门徒走到困境去，拢走到无看影，遮个俘虏犹原还阁徛伫即个十字架骹，咱就会通看见俘虏伫咧即个宣教的顶面是诚做教会一个真极大的即个祝福。第二，咱的俘虏会通诚做迄个培育教导的即个祝福。咱伫咧对今仔经文的第3节内面，保罗提起着另外第2个人，就是伯基勒。伊讲着即个百基拉甲亚居拉问安。百基拉
伊常常放伫咧即个野猪啦的即个名的头前吼。这一个当初时的文化啊，不常见吼，也就是讲妇女的名，种太太的名放伫咧翁婿的名的头前，吼，这是无时常看见的。嘛，伫咧迄个中间要来显示一个，就是即个拜子啦，伊伫咧侍奉的顶面是有迄个重要的迄个影响力。伫咧《使徒行传》第18章内面当拜子啦、甲耶稣啦，安尼伊安尼伫咧即个亚历山内吼，迄个伊伫咧即个咱讲迄个啥，迄个会堂内面，伊去听到，伊去伫咧迄个以弗所迄个伊听到即个阿波罗伫咧即个会堂咧讲道，即个拜子啦、甲耶稣啦听了后，伊做一件代志，将即个安尼。迄个阿波罗接转来到伫伊的厝，来将上帝道搁讲互伊搁较明确。所以咱就通看见，伊这是一种属灵的教导的场景。伊若无有迄种真把握甲迄个确信，伊无法度来做即款安尼的事。搁是伊是即个咱讲亚波罗，伊本身伊是一个真敖演讲的人。但是，伫咧这中间，爬起来听见因伊所宣讲的，就搁带伊来到伫厝的将伊所讲的搁较详细来甲讲明，互迄个阿波罗会通搁较清楚了解。所以爬起来伊伫咧即个服侍的过程内面，伊无有甲着，伊毋是迄种安尼讲。无伫遐争夺伊的迄个权柄，伊嘛无有高举伊家己，伊只不过是干那甲伊的丈夫伫遐同心伫遐来配搭，互一位有迄个有温顺的一个讲员，会通伫咧即个真理的顶面，会通搁较安尼诚实。所以咱会通对于伯吉拉的即个伊的性命的中间，咱会通看见妇女伫咧教会内面的迄个教导的迄个角色。即款安尼角色常常安尼表现伫咧咱教会内面，会侪即个主日的老师，也是即个小组的即个带领者，以及着包括着青少年的即个培育，吼，甲着妇女团契的即个培育，以及咱的安尼伫遐关心陪伴辅导的即个属灵的即个同伴，咱。妇女因若安尼，搁伫咧提多书内面也提起着讲迄个年老的即个年长的即个妇女，正做迄个少年的妇女的真好的即个指导者。伫咧迄款安尼，互因迄个属灵的性命的即个传承，透过着妇女来完成安尼一代搁一代安尼线接落去。所以一个教会。若忽略姊妹的即个教导的温顺，等于失去一半的即个造就的困难，所以咱会通看见，伫咧教会内面妇女的迄个培育教导的即个祝福是偌尔重要。第三就是迄个开放接待迄款安尼祝福，也就是家庭成做迄个福音的据点。当初时初代教会毋是亲像咱安尼，拢有迄个礼拜堂安尼的建筑物，因大部分拢是伫咧因的家内伫遐咧聚会。所以咱读记着即个拜子啦、甲耶稣啦，因拜子啦、甲耶稣啦，因的厝就是迄个教会聚会的地点。基本上一般伫咧圣经内面有记载着遮的妇女因基本上拢有安尼讲一定的财力，才有法度安尼。互因的即个家庭有一个真好的开放会通提供有一个较安尼较宽大的迄种聚会的地点。当然嘛有一寡教会因是迄种安尼经济较无遐尔好，所以伫咧迄个时阵因需要去到伫迄种咱就来用咱即马咱来讲，就讲亲像讲公寓那公寓有那个一个属于公共空间的所在，所以
有的教会就是伫咧迄种公寓的迄个公共空间伫遐咧聚会。啊，拜姊仔甲亚区仔，伊毋是因兜是本身就已经真宽，所以会通提供安尼伫咧因兜的迄个教会伫遐安尼提供互人来伫遐聚集。所以伫咧迄个无迄个教会、迄个教堂建筑物的迄个时代，接待是一种的属灵的迄个行动。伊这就是咧意味着讲伊是爱开放伊的家庭，伊爱开放伊的时间，搁安那，伊爱开放伊伫咧家庭内面的资源，甚至伊爱开启伊的心门。妇女伫咧往往伫咧即个所在扮演真要紧的即个角色，毋是因为因应该负责即个咱讲家务，乃是因为因有一种迄种因的本质，迄款温暖的、真咱讲真细腻的有迄款关怀的能力，互人愿意留落来，是伫咧中间安尼，你讲想象讲一个安尼被接纳的迄款安尼一个空间，会成做迄个福音萌芽进入的一个起点，会通成做迄个小组伫咧迄个教会内面的生命的交流的所在，甚至有人因的心神软弱忧伤，会通得到安慰的所在。所以咱会通看见，就是伫咧《使徒行传》第16章内面提起着另外一位姊妹，就是路底亚。伫咧路底亚，伊信主了，伊就拍开伊的家庭来接待保罗。伊伫遐讲，恁若真正了做我是真心信主，就请恁来到阮兜啊！伊信主了，伊第一件代志，伊就是开放伊的厝。伊伫遐真坚决，强将保罗因的即个宣教的团队甲留落来。就伫迄中间来建立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两兄弟有一寡教会因的建立是对讲台来开始，有一寡教会是对餐桌来开始。妇女伫咧接待的即个温数的即个顶面，会通互教会会通成做那亲像一个家庭共款，一个家，毋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建筑物，也是一个机构。所以即个开放家庭来支持教会，真做妇女就伫咧即个中间做真要紧的即个事工。第四就是迄个东工劳苦的迄款安尼的祝福。伫咱今仔经文的第3位的即个姊妹去讲起着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这位玛利亚伫咧好学伊伫咧即个咱去甲找就讲过去这圣经学者因安怎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因为足侪人的名拢共款，即个玛利亚，咱绝对毋是迄个莫大粒的玛利亚，嘛毋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这是住伫咧罗马的一位玛利亚，伊是咱是讲属于拉丁民族的即个玛利亚，即个玛利亚安尼圣经内面讲，他为你们非常辛劳。伫咧和合本的迄个原本的翻译是讲叫做多受劳苦。也就是讲，伊伫咧教会内面的服侍，毋是真轻松的服侍，伊是付上代价的一个摆上。所以伫咧保罗的即个批信内面，迄个辛劳，即两字即个词时常是咧形容迄个传道者真温群伫遐来侍奉，讲夜以继日的迄款安尼服侍，这拄好咧代表着即位。踮伫咧即个罗马的即个玛利亚，毋是只有干那安尼讲参加教会的聚会的一个信徒安尼那尔，伊是安尼讲，伊全心投入伫咧教会事工，担当甚至担当着教会的压力，为着福音的缘故付出时间甲着伊的精力。咱对即节的经文内面，咱会通看见，就是妇女伫咧教会内面的劳苦。会通讲常常是安尼，咱讲点点承受的，
所以因时常为着主的教会来做真侪的备办，也是为着主的教会事工行政伫遐来奔走，为着信徒来祈祷，为着软弱的人来伫遐来做陪伴的工课。所以有当时，咱会通看见检采有当时妇女无伫咧即个台仔顶，然后不是在台面上但是确实伫咧教会迄个真基础的所在，伊伫遐咧为着教会咧拍基础。教会会通安尼持续运作，真侪时阵我靠的是一群真忠心劳苦的姊妹。咱看即马咱现代教会，咱就会通了解到，真侪教会姊妹的人数坐过兄弟是安怎？真侪兄弟拢咧为着即个俗世伫遐咧着磨，咧伫遐拍拼。但是姊妹伊却欢喜伫咧信仰的顶面来，毋若家己造就，伊也欢喜来安尼造就人，搁服侍主的教会，诚做一群真忠心劳苦的姊妹。所以咱会通看见，就是伫咧当初时迄种安尼，迄个罗马帝国，即个当初时的即个罗马的社会。妇女的地位并无真悬，但是伫咧主的教会内面，保罗安尼真公开伫咧肯定遮的妇女。伊伫咧加拉太书内面讲起着安尼，伊安尼宣告讲安尼伊讲无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奴隶还是自由的，查甫人还是查某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拢成做一体。伫咧即个所在。毋是咧否定迄个角色的迄个差异，乃是要肯定迄个属灵的迄个身份的迄个尊贵。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上帝透过遮个妇女因所服侍的，咱会通看见就是上帝所看重的是迄个人是毋是有忠心，毋是看重迄个性别。上帝所看重的是人是毋是欢喜。来安尼运用伊的恩赐来服侍主的教会，无介在伫伊伫咧即个社会到底是啥物款的地位。上帝所看重的是咱是毋是有欢喜、愿意来着磨、来劳苦、来安尼参与伫主的各样的遮个服侍，毋是讲咱到底咱是徛伫咧倒一个位置。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互咱透过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着，咱会通搁一摆来好好来想，也透过今仔咱所领受即个罗马书第16章，咱会通搁来思想几个属灵的提醒，就是第一项，教会爱肯定妇女的恩赐，咱毋通互文化的传统来安尼压抑上帝所赐的能力。咱伫咧咱过去咱台湾。有一句话，迄落较迄种有一种歧视的味道，讲一个是讲囡仔人毋知影啥物话有无？会讲安那？囡仔人有耳无喙，若讲查某咧，若讲妇女的时阵，拢安怎讲？查某人掂掂安尼有无？有当时咱的姊妹伊有对上帝领受各种的恩赐，咱是毋是欢喜来肯定咱遮的妇女？咱毋通因为咱过去咱的迄款安尼的文化，比较去安尼压抑着上帝所赐的各样的恩赐。搁怪一个真要紧的是，咱的姊妹，咱家己爱看重咱家己对上帝所领受的呼召，妇女毋是配角，咱拢伫咧上帝的国的内面，是上帝国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就甲亲像咱今仔咱所领受的，只有请安，咱毋好想讲，迄请安有妇女的名没有什么。咱知影讲，
你的名有法度记伫咧圣经的顶面，迄是一个真何等的荣耀，代表上帝纪念你，那是上帝纪念上帝纪念你的名，才有伫咧迄个顶面。上帝纪念还有两种，是你伫上帝面前做了真好；另外一种的，是你伫上帝看作恶，上帝就纪念你在他的面前所行的恶。那安尼，咱要用什么款？咱到底咱要选择，咱要用什么款，互上帝来甲咱纪念？咱是毋是有法度亲像迄个咱迄个伫咧圣经内面遮的姊妹，因安尼伫咧上帝面前，像建立了那纪念碑共款，得到上帝纪念。第三，咱伫咧同工的时间，应该彼此来尊重，亲像贝基拉甲亚居拉是那个配搭，毋是迄个竞争。所以咱伫咧同工中间，特别咱毋好因为讲有男性、女性，比较咱有迄种性别上面的迄种歧视。当然，咱伫咧咱现今即个时代咱特别重视迄个性别平等，但是咱嘛伫咧迄中间上重要，毋是为着即个讲个性别平等，上重要是叫做彼此尊重。咱伫咧同工中间看见彼此来看，每一个同工拢是上帝所呼召、所赏赐因有特上的恩赐，咱就伫咧迄中间彼此来互相来成全。第四，咱是透过着劳苦来成做荣耀主的一个迄个芬芳的迄个迄个气息无论咱伫咧台前也好，还是讲咱伫咧幕后所做，咱爱有安尼的确信，就是上帝拢有看见。咱无因为讲我有的人伫咧伊是台面上的所以我就看轻咱家己，也是讲咱安尼感觉讲我哪像无互上帝甲我纪念，上帝拢伊是迄个感谢人的心的主。所以我就讲，亲像讲咱今仔日咱其实咱安尼即几年来这妇女事工主日，咱拢邀请咱的妇女团契的姊妹来做服侍工课。咱就会通知影咱的姊妹为着干那讲要上台施会迄是叫做错咧等安尼拜托牧师讲你经文爱赶紧互我啦，你啥物爱先互我，要创啥？伊爱练个练，练个练，就看见咱的姊妹因伫咧，虽然讲看起来无啥物货，但是因看重上帝的即个事工，为着是要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所以咱就会通看见咱的姊妹因伫咧即个教会内面做真要紧的工，个安那拢点点做拢自己默默承受压力但是不要那么的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啦牧师无遐尔歹嘛袂共骂所以求主帮助咱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第16章毋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名单安尼名，乃是上帝为着伊忠心的同工留落来的一个永恒的纪念。我唔知你有注意到，牧师最爱用的这个纪念这个字而且我用的是什么？不是我是用言字旁的记，上帝甲咱记咧，毋是干那纪念。一般咱的纪念是密字旁迄个纪念，上帝一行一行甲咱记咧。所以咱所行所做，咱需要的是，咱是毋是会通互上帝甲咱纪念，搁记落来？所以罗马书第10章，伊就较亲像迄个安尼，咱亲像讲伫咧迄个该撒利亚迄个意大利亚迄个百夫长叫啥名？哥尼流。哥尼流伊伫咧祈祷的时阵，天使对伊讲啥？讲哥尼流，你的祷告蒙应允你的祷告如同那个什么，那个一个纪念碑矗立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咱
咱就看见，伫咧即个罗马书第16章内面，共款，遮个姊妹因嘛是蒙上帝的纪念，所以就即个问安就成做迄个永恒的纪念。检在咱毋是迄个伫咧台顶的工员，检在咱只不过是干那迄个店店伫遐来做接待，还是陪伴、祈祷、劳苦等等遮个服侍当工。但是伫上帝角度内面，咱每一份忠心拢被记录，每一份的劳苦拢毋是偶然的。所以也期待咱南洋教会会通成做一个会通鼓励姊妹参与伫咧宣教，培养咱的姊妹教导的遮个恩赐，尊重姊妹当工的即个角色，也安尼会通时常来感谢着咱遮个姊妹，因伫咧主的教会安尼劳苦的摆上，互咱会通成做迄款安尼属灵的信仰的群体。所以咱检测咱有当时伫咧服侍过程内面，着咱爱互咱要献互上帝是迄个上好的，但是咱无因为讲要献互上帝上好的，直到咱再来压抑了一寡咱的同工因伫咧即个服侍过程所需要培养的一寡养分。我会安尼讲，就是讲有当时咱伫咧培养信徒的时阵，这就是安怎后来牧师伫咧中执会内面有做迄款安尼改变，就是咱过去以早咱的尤其是执事伫咧教会内面会敢若讲徛事会即个事奉，一年敢若安排2遍。吼，咱的长老的事奉，迄个非常安尼，就讲大部分的事会拢是长老咧事会。这个没有什么好坏，但是问题出在伫咱的执事无机会服侍。所以后来牧师有做一个改变，就是咱的执事甲咱的长老安尼轮流。那个比次数上面比较平均一点。上主要就是要互咱的姊妹、咱的执事有搁较侪机会会通安尼透过伊咧服侍过程内面，伊才有法度有训练的机会。同款，咱伫咧教会内面的逐样的事奉嘛是同款，咱爱互人有机会安尼参与伫咧服侍。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检测有当时安尼，咱讲，或许咱咧服侍顶面有一寡无真好势所在，但是咱爱能够容许咱的同工因的遮个出错，伫迄中间，你要哪知？就较亲像咱头前咱已经讲到的，当初时。即个阿波罗，伊敢毋是已经是一个真善于演讲的人，但是伊若毋是因为伊伫咧讲的过程内面，大基拉甲亚居拉听到，佮甲伊邀请转去到厝，甲伊讲，互伊讲佮较清楚上帝国的遮个奥秘，互伊会通伫以后伊的宣讲顶面佮较好势。我咧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咱爱互人有机会，当伊讲了，咱去甲伊陪伴，互伊会通得到成长，伊会通伫咧主的教会做更较好的奉事。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伫咧即个所在，咱会通诚做会通培养更较侪服侍同工，互每一个人拢欢喜诚做安尼主教会中心的即个侍奉者。所以咱也互期待咱咱会安尼会通看见搁较侪遮个妇女会通诚做教会的祝福，因为因欢喜来回应上帝对因的呼召。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今仔日咱头拄所分享着，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伫咧罗马书第16章内面，保罗怎样来描述遮个妇女因的侍奉，这对咱
理解教会角色有啥物款的提醒，咱会通好来去亲像。第二咱伫咧教会内面是毋是有迄个空间，互咱的姊妹来安尼发挥宣教、教导，也是接待，甲着同工的遮的恩赐，咱要怎样来去支持？咱会通透过今仔所分享着，咱会通好来去心想。第三，如果你是姊妹，安尼咱是毋是看轻家己的服侍？上帝是毋是拄好咧呼召你，会通搁较勇敢来将你家己来摆上？伫咧福音的即个事工顶面，咱是毋是会通欢喜，亲像即个罗马的即个玛利亚共款安尼伫遐为着主多受劳苦，但是伊却无伫迄中间有任何的抱怨，乃是欢欢喜喜来参与伫主教会的服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借着罗马书第16章，互阮会通搁一摆看见，做遮个忠心侍奉你的遮个姊妹。主，你伫你的家己教会纪念因的名，也纪念因伫为着主你的教会即个福音所付出的劳苦。主啊，感谢你，互阮会通知伫主你的国度内面，无有被忽略的摆上。嘛无有迄个突然的即款安尼的劳苦，每一份的忠心拢得到主你的欢喜接纳。主，阮为着教会内面的姊妹，搁一摆来献上阮的感恩。无论伫咧即个宣教的即个脚业的顶面，是伫咧教导的即个位置的顶面，是伫咧接待的即个参导的即个顶面，是伫咧即个安尼幕后默默的同工劳苦的遮个时刻，求你亲自来坚固因的心，加添快乐，甲着安尼喜乐伫因的心内，互因伫咧即个侍奉的中间，无有劣质，无有野心。当人检采无看见的时阵，求你亲自成做因的奖赏，也求主你更新你家己规个教会，互阮会通学习彼此尊重，彼此来配搭，会通亲像初代教会遮个同工共款，伫咧福音的内面三个同心同行，除去阮内面一切遮个限制，甲着逐样的偏见，互阮会通照着主你所赐的恩赐，彼此来互相来成全。互主你的教会，因为每一个人安尼迄个将家己的摆上，互你的教会会通更加来兴旺。主啊，愿你兴起搁较侪人，搁较侪属主你的百姓，愿意来回应安尼呼召。不管伊是姊妹是兄弟，会通同齐来劳苦，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互你的教会诚侪你恩典流通的器皿。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祷，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起立，咱来吟全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有主眼保护，生活纯净，把我保佑，命里有路，为我主耶稣。
动的好客哪里目睭，天在夜晚无甲往来，保佑主耶稣主美丽来，老我保佑美丽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老我保佑美丽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顺服，凡事平安，辛苦我救主好给我行，平心来天下无忙不忙，踮伫主耶稣满心平安。老我保佑美丽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老我保佑美丽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请游玩徛咧，咱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掠倒人来受苦，见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山中过活，上天打坐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善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随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今仔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心来奉献。请起立，咱来吟。圣殿咸香微微顺殿，虽然多大天不见，万里甘南万所恨。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你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何落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正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天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煞接咱要来感恩奉献，咱请武素琴姐妹、王娟慧姐妹来书献。
若有第一摆来的新朋友，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人，请你免奉献。请起立，咱来吟吼歌。即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罗马书》第16章第2节，咱先用台语来读，再搁用华语来读。请你因为主的缘故，照信徒的本分，甲伊接待。伊有啥物需要，请你甲伊帮赞。伊一直热心帮赞真侪人，包含我本身。接着我们用华语。请你们在主里用合乎圣徒的方式来接待他。他在任何事上需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好，迎新书第16章2节。好，现在我们要来迎新报告。我们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就是林春好、陈淑锦，伊是迄个文山教会的会友吼，请起立一下。伊还有谢敏达先生，带伊的迄个算外甥吼，外甥啊，吼谢敏达伊住伫咧圆山啊，住伫咧阮兜的隔壁。迄个阮兜是惠生2路，因的是惠生1路，安尼啊，伫咧隔壁条路离迄个迄条应该是贤德路隔壁条吼，应该是在贤德路隔，反正就是在那个有一个 7的那条路的过去安尼啦，爱去探访就对了。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因阿舅甲孙仔两个拢是药师，阿舅伫咧台北即个孙仔是即马伫咧潘仁修院长因的仁爱医院当药剂师，所以有药仔的问题会用来请教伊有当时药仔毋好黑白食药仔咱若感觉讲有啥物感觉无清楚的，会用来问伊所以等下礼拜刷大家人就拿着你的药包去跟他认识。谢谢。现在来报告事项。
第一点，本主日为11奉献日及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感谢本会妇女团契姐妹参与各项的服事，也请为妇女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下午1点，于绿地教室召开建堂委员会，敬请所有的长职及建堂委员拨空参加。第二点，下主日为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神学院派吕宗明牧师来到我们这里请安报告及证道。第三点，信德奖学金即日起开始受理报名，请各团契符合资格的会友于3月15日前向主日学及各团契提出申请，请记得3月15日前。第四点，11日下午3点，于神农路一段70号宜大正门对面，本会为胡淑如姐妹所开设的牛肉面店汤有话说举行祝福礼拜，欢迎兄姐一同前往祝福。第五点，14日起每周六，本会针对国小1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将举办大手牵小手办学营，即日起可亲自至办公室或电话报名。第六点，28到29日，本会将办培灵讲座系列，请兄姐邀请亲友一同参加。相关的讯息我们在公布栏，请自己去看。第7点，请各团契开始预备下一季聚会的内容，并于3月15日前交至办公室，以利下一季的形式力制作。第8点，4月5日主日礼拜中，我们合并清明追思、信仰先贤，请兄姐提供故人的照片及生末日期，并于20日前送交办公室，共同怀念故人。第9点，2026全年度的读经进度表，3月11日的读经进度，原经节是撒母耳记上89篇19到37，订正经节为诗篇89篇19到37节。第10点，吴世郎牧师的大儿子吴圣恩，3月11日要在圣母医院开刀置换人工髋骨，我们请兄姐们关心代祷，让他的手术平安顺利。肢体消息方面及代祷事项，请兄姐自行过目。上周的聚会出席及奉献报告，也请兄姐自行过目。下周的侍奉同工，请预备心来服侍。会计报告若有出入的部分，请向办公室提出更正。牧师还有没有补充？兄这边请咱咱4月初5吼，要有迄个清明，甲着迄个信仰迄个追思咱的信仰先贤吼，所以请咱兄弟若有迄个咱要迄个兄弟需要提供迄个咱的亲人过往的亲人，即个相片吼，爱赶紧交互咱的办公室，会通赶紧来制作即个 PPT 所以咱会记哩吼，伫咧即个3月20号礼拜5前交给这个办公室，咱方便来制作，所以请咱注意这个时间点。过来头拄有讲到另外一个嘛是真要紧的，就是头拄讲到迄个信德奖学金的申请请咱会记3月15号不远就是下个礼拜，所以该爱交的赶紧的交，过来特别就是提出的迄个成绩单是爱有数字的，而不是用甲乙丙迄种等地的是要有数字的这种阿拉伯数字，安尼才有法度来成做迄个要申请的依据所以请咱注意这个时间点。咱做伙来吟上言的诗歌，圣诗391首，学了天顶主宰。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
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